嵇康子问：使民尽忠以劝，如之何？子曰：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，则忠；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书云：孝乎为孝，有于兄弟，施于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政？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居无泥，小居无月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：十事可知也？子曰：因于下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其或具周者，虽百事，可知也。子曰：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；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恭送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临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
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2遍得超生，此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时空，一空再空3空4空5空6空7空8空9空10空手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陈金鸾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导，正持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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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灵刃慈悲，感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灵刃、各位坛主、各位前贤慈悲，感恩。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。感谢陈前贤为我们导读，好，拜拜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感恩了，很优秀的前贤了，感恩。灵刃晚安，晚安。再见了，护灵刃晚安，组长们晚安。神灵刃晚安。感恩了，组长晚安了，感恩哦，感恩护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晚安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护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